来看屏东九如是有农民培育出一款互人合做西瓜界 LV 的马卡龙西瓜，这外表是细甲粒仔真古水，而且皮是薄甲会当挂皮食。种出这款新品种的农民本地是一位工程师，因为要照顾丈人才会换头路，结果互伊找出新出路。 皮看起来深色，佮小可反光，比一般的小叶仔较细粒，切开是红肉。这是九如农民培育成功的马卡龙西瓜。果子肉看起来和大西瓜要同，毋过皮薄较无籽，因为大细粒拄啊好。有民众看到就摸一粒食看卖。也有好奇，但是觉得这个拜拜刚好，一个小家庭刚好啊。所以它这种小颗虽小，但是它的果呢还是有那种沙子口感，还算不错，而且甜度还够。 发马卡龙西瓜的农民陈文全，原本是电脑工程师，因为想要陪太太做伙照顾丈人，决定转来做事。因过拢种枣仔和青苦瓜，今年头摆挑战种马卡龙西瓜，7、8月时拄到天气歹，雨水济，种袂顺利。毋过翁仔某细意照顾，逐粒西瓜用网地吊起来，落尾总算收成。因为我们第一批做果完之后，后面这边刚好遇到台风下雨，所以这边的果味就会参差不齐。 然后就持续上去了。那我们的网室是因为我们有二层架，所以我这边还可以挂果。如果是一般的温室的话，它没有这一层，所以它如果到这边没有，就是下课了。太太的娘家在这边，然后因为我岳父前几年身体不好，所以想说不然就回来这边试看看。 陈文全表示，因为西瓜种植时间较短，若销路袂歹，因会考虑搁加种。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，这款马卡龙小西瓜是新发的品种，特色是用网式无毒栽培，连西瓜皮拢会使安心食落。25农会准备500斤，邀请民众来试食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